今日呢條片咧係想講翻 OP12 香港大賽前嘅環境預測。咁今日咧除咗有我之外咧，咁我仲請咗另一位朋友 Lulu 上嚟一齊討論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Lulu。嗱，咁我哋事不宜遲，咁啊即刻去到個 Tier 表度先啦。咁呢個就我哋整理過嘅 Tier 表啦，咁係有分 Tier S 啦、Tier A 同埋 Tier B 嘅。咁我哋咧呢條片咧就會由上而下咧逐個去討論翻，點解佢會係排呢個位置嘅。好，介紹翻而家最強勢嘅卡組男子路飛啦。咁男子路飛咧就由 OP11 去到而家 OP12咧依然係保持強勢嘅。咁前面嘅 game plan 其實都好固定，只要揾到兩個至三個跳東嘅話咧，基本上呢一鋪就可以順利展開噶啦。咁因為佢個頭效咧，只要有8個東位咧，就可以開槍先5張卡啦，然之後仲可以排次序，可以俾玩家有大量嘅操作空間。加上咧，男子路飛會有1蚊巨人腳呢張強力嘅防守 event， 每一次擋完一波嘅攻擊，佢下一turn手牌反而仲係多咗嘅。而且咧，現環境嚟講咧，冇咁多嘅卡組係可以針對到男子路飛嘅。雖然 OP12 出咗綠索龍啦，但係其實經過我哋實戰過後咧，綠索龍其實必須要齊件，同埋男子路飛嗰邊唔可以太順嘅情況下，先至可以贏到。所以我哋覺得勝利條件都係比較苛刻嘅。現環境其實都只係有Betty 同埋紫路飛比較上面係難打少少，其他 matchup 其實都會偏向係優勢，所以我哋一致其實認為佢係絕對嘅 T0。咁我哋就講翻佢嘅優點啦。優點嗰部分其實佢有大量嘅跳東卡啦，例如十郎啊、Mr. Two 啊同埋 Here Two 等等。咁呢打技仲可以每彎加2 hand， 仲可以自己揀嘅添。仲有9蚊山字啦，可以多面展開，同埋仲有呢個1蚊嘅巨人腳加 Gear 2， 其實防守能力係拉滿嘅。缺點嗰方面咧，就係如果你前面冇跳東嘅話咧，就會直接崩盤咯。起手大機會其實會有手牌事故。呢打技能其實有機會開唔到大怪啦，或者做唔到9拉9咁樣，所以其實呢一副係一副上限好高、下限好低嘅卡組嚟嘅。咁我哋就參考咗近期天龍杯嘅優勝嘅卡組男子路飛。咁我覺得佢最特別嘅地方就會係佢將索隆十郎就換成咗3蚊波卡明哥。咁我諗最主要嘅原因會係因為OP12 綠索隆大量出現嘅原因啦。咁就因為咁我哋拍咗十郎之後，佢大機會係會踢橫我哋再打死佢，咁我哋就做唔到個跳當嘅效果。咁所以佢就會將佢換成咗波卡明哥，咁仲有可能可以防止一啲速攻 dep 嘅即係猛烈嘅攻擊啦。咁所以呢個原因可能會導致佢令到佢成為呢個優勝嘅牌組啦。咁首先 Tier A 嘅第一副啦，就係 OP12 嘅綠索龍。咁佢嘅特點咧就係佢個頭咧可以打完怪，再打多一下頭，或者再打一個8 cost 以上嘅怪嘅。咁近期喺北海道個人賽咧都有唔錯嘅成績，有第2嘅。咁我哋略略講一講副 deck 啦，佢有8個 seed 卡啦，咁然之後中盤有5蚊達斯奇做減壓嘅。最後啦，佢就會有翻個鷹眼同埋白龍去防守嘅。咁如果呢2張卡一齊用咧，就可以 free 擋一拳9000嘅。咁進攻方面咧都有索隆版嘅最強可以用嘅。咁因為佢始終佢個頭咧都係可以無視一個 blocker， 有強大嘅收頭能力。咁面對住中速嘅牌組咧就壓倒性嘅優勢，例如綠子路飛等。但係打翻藍子路飛咧就會少劣啦，所以我會將佢停留喺 Tier A 嘅最頂。佢嘅角色定位就類似係造就路飛封王咁樣，同故事一樣係一個副船長嘅角色。咁建議一個牌組方面咧，我哋就參考翻北海道第2名嘅一個牌組啦。咁佢就沿用咗10隻嘅5蚊怪，咁然之後同埋有翻鷹眼同埋桃園白龍做防守嘅。咁個構築上邊咧都十分之完整嘅，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咁好嘅成績啦。好，再嚟就係同樣係 Tier A 嘅紅雷利啦。咁佢嘅特點就係唔可以落5 cost 以上嘅卡。咁數量嘅 event 咧就可以將一個原4000以下嘅怪啦加2000攻嘅，咁係一個快速嘅卡組啦。咁務求喺前邊就可以打出優勢嘅。咁首先略略講一講副 deck 啦。咁其實個 deck 咧就有20個 seed 啦。咁因為佢個頭嘅效果咧，可以令到啲 seed 卡咧就能夠打出過線嘅數值嘅，即係5000、6000。咁中盤嘅話咧做路飛啦，咁佢單體咧就可以做到6000攻嘅。再加上佢係可以有一個展開嘅效果啦，同埋有個叉環當嘅效果嘅。咁實質上其實佢都只係一個3蚊嘅怪啫。咁如果佢拉到3 cost 嘅山字啦，咁佢就會係一個免費出嘅卡，所以十分之強大嘅。咁防守方面咧就有一個霸王式霸氣可以做防守嘅。咁張卡咧就可以當2000盾啦。如果你俾得1蚊嘅話咧，可以將對面成台連埋個頭減1000攻，令到對手好難一波帶走佢嘅。咁呢個卡組咧，你只要打數值咧，其實佢嘅上限就會好高啦。再加上而家上位嘅 deck 咧，其實構築上邊都有3分1至2分1係冇盾嘅。咁所以咧，我就會擺翻佢一個 Tier A 嘅位置上面嘅。咁再嚟就到一個建議構築嘅部分。咁我哋參考咗天龍杯一個優勝嘅，佢係嗰場比賽裏邊全勝嘅一副卡組啦。咁即係好普通，咁又有20個 seed，咁就同樣有大齊路飛嘅。咁速攻咧就有埋個 solo 嘅，同埋有翻佢本身神平啦咁樣嘅。咁個構築上面都比較完整，咁所以咧
就有翻個咁好嘅成績嘅。咁再嚟咧就係同樣係 Tier A 嘅綠子路飛啦。咁個特點咧就係可以減2個當，值翻2個當嘅。咁配合翻布林山治咧就可以減少負面效果。如果有2隻以上咧就可以做到冇負面效果嘅。咁多個當用啦就可以做展開之餘咧就可以叉到當打更加大嘅攻擊力，令到個遊戲進程更加快，結束對手嘅。咁我哋嚟講一講副 deck 啦，咁就多 seed 卡嘅，咁啊增加布林山治嘅上手機會啦。咁呢副 deck 其實就係圍繞住布林山治嘅，咁佢越多隻咧就越好。基本上咧出到索隆十郎啦，或者布林山治咧，每一下落地都會換到1張手牌嘅，所以前面嘅資源會十分之豐富。咁如果先攻嘅話就係5當位拍第一隻布林山治，之後7當位就做路飛太郎加拉一個布林山治，開埋頭技有翻4個當，就再拍一個蘇羅十郎嘅。咁如果後攻咧就係4蚊位拍蘇羅十郎，6蚊位就做山治布林開頭技，就再做埋個蘇羅十郎，最後一個 turn 又再拍布林山治，再拍蘇羅十郎嘅。咁最後就用腳做防守啦。如果收頭嘅話咧，就用1蚊新代嘅綠色2friend鬼氣9刀流同埋 EB02 嘅屍骨路飛去做收頭嘅。但佢始終對於手牌需求係比較高嘅，同埋佢好多武盾。咁如果佢打速攻嘅話咧，就好容易輸武盾啦。咁所以我就會評翻個 Tier A 俾佢嘅。咁再嚟就有個建議構築俾翻大家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 Twitter 揾到嘅北海道第9名嘅綠子路飛嘅 list 啦。咁好普通嘅，都係有翻蘇羅十郎啦、山治布林咁啊打滿啦。咁就佢有啲特別位咧，就係佢有個雷鳴八卦同埋有個羅生門打翻速攻嘅。咁呢個構築咧就有少少佢自己個人嘅意念啦。咁大家可以因應呢一個牌組去參考翻嘅。咁我哋再嚟就有下一個頭嘅介紹。咁我哋而家就介紹翻紅索龍呢副卡組啦。咁其實今次北海道大會咧，紅索龍優勝咧，我都係相當之意外嘅，因為紅索龍喺 OP11 嘅環境初期都會出現咗一陣嘅熱潮啦。因為初期會覺得係一副好打藍子路嘅卡組。因為前面佢會用睇書橋巴多面展開，仲有速攻可以俾到好大嘅壓力藍子路。但係到後嚟發現，其實只要玩得藍子路嘅玩家，都會一定有 join 呢個麥當勞媽咪會。呢個咁殘酷嘅真相，即係連拍大媽。所以紅索龍就永遠都打唔入。加上 OP11 後期多咗好多路期，間接令到紅索龍完全消失。去到而家 OP12 嘅環境，我諗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路期會少咗，同埋打綠索龍其實都會幾好打。因為紅索龍佢可以多面展開啦，就算俾綠索龍解一隻都唔緊要，佢可以用火拳炸7000怪打亂佢哋嘅節奏，變相紅索龍就可以出翻嚟嘅原因啦。咁講翻紅索龍嘅優點啦，就會係多面展開啦，呢達效果可以令 Seeker 都可以變成打手，同埋有各類嘅速攻打手。劣勢嘅原因係因為佢打解場的係相當劣勢啦，同埋比較依賴睇書橋巴。咁我哋就而家介紹翻優勝嘅 Davis 啦。呢副優勝嘅 Davis 係北海道嘅大賽冠軍紅索龍。咁我哋就見到其實佢都會係標配嘅構築啦，都會係有落動物族嘅讀書橋巴、可能波卡嗰啲，都會 event 會有落3張嘅4蚊火拳啦。咁可能佢另外有少少唔同嘅就會係佢落咗3張4蚊嘅速攻基德基拉，就會係令到可能血線就會比較進取一啲，同埋有大量嘅速攻就會令到佢可能掃到上位嘅原因啦。咁再嚟嘅都係一個 Tier A 嘅 deck 啦，就係紫路飛。咁個特點咧就係佢可以攞血，令到當加速，令到自己可以盡早拍到大怪，打一個快節奏嘅。再加上佢係可以攞血啦，所以比起其他牌咧，佢會有更加多嘅方法可以攞佢自己想要嘅卡。咁我略略講一講副 deck 先啦。咁主要咧就揀先攻嘅，咁做翻先2咧攞血加速就做4蚊，咁然之後下張再加速又做7蚊，再加速就再做9蚊嘅。咁構築上咧就會再多少少4當位可以跳廢卡啦。咁只要嗰個位跳到廢，咁你下個 turn 咧再做加速嘅話，就會拍到8蚊卡爾。咁當你跑8蚊卡爾嘅話咧，其實咧成個 game 咧就唔需要再繼續攞血噶啦，因為8蚊卡爾佢係一個 block 卡之餘咧，佢都仲可以做埋一個跳檔嘅。咁所以咧你跑到卡爾咧就會有好大嘅優勢。咁到最後咧，你會落埋屍骨路飛去做進攻啦，用腳同埋卡爾做防守嘅，可以話係穩如老狗。但佢始終係一個會自己攞血嘅頭啦，咁所以實質上其實佢可能得2血3血係可以真係食到嘅。咁面對住速攻 deck 咧就會比較劣勢嘅。但佢可能對住中速咧嘅卡組咧就會比較有優勢啦，咁所以我都會排翻佢喺個 Tier A 嘅尾部嘅。咁再嚟係一個建議構築，咁其實紫路飛都係大同小異啦，所以我呢個建議構築咧就揾翻咧我哋上一版 Free on Free 全勝優勝嘅紫路飛，咁啊同樣咧就係有落多咗4蚊可以跳到廢卡啦，咁8蚊卡爾都係打4嘅，咁樣路飛都係打4嘅。咁唯一一個要注意嘅位咧就係佢冇落到7蚊嘅路飛太郎做個環展開嘅，咁可能就係主打一個拍到卡爾。主組一個卡爾嘅一個 game plan，
構築上咧都有佢嘅特別嘅之處。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用指路飛嘅咧，不妨都可以參考翻呢個咁嘅構築。而家介紹翻 Betty 啦，相比起 OP11 嚟講咧，現環境嘅 Betty 反而係冇咁強大嘅統治力嘅。大家其實可以留意翻 OP11 時期，日本有2場大賽嘅 Betty 咧，都係 Top Cut 佔大部分嘅。仲要其中一場東京嘅決賽咧，會係 Betty 嘅內戰嚟嘅。因為 Betty 其實係少數可以壓制到男子路飛嘅卡組啦，而且佢係有能力應付環境內大部分嘅卡組嘅，例如綠子路飛啦、紫路飛啦，絕對係有實力排喺呢個 Tier A 嘅部分嘅。但係而家因為 OP12 嘅環境多咗綠索龍、雷利 ，Betty 面對呢2副新嘅卡組咧，都相當吃力，所以我哋只可以放到喺 Tier A 後半段。咁介紹翻佢嘅優點啦，咁佢嘅優點就會係快速嘅環戰 Dead， 同埋 Leader 嘅效果可以令到打手都會變到好大隻，仲有烏鴉可以減對手 Leader 嘅頭。通常就會喺8東之前分出勝負。咁缺點嗰部分啦，面對同樣係快攻嘅 Dead 就會表現得相當吃力，尤其是係5血嘅卡組，因為 Betty 其實每一回合都要掉自己嘅手牌，資源會越嚟越少，就會好似同時間競賽咁樣，比較容易俾快攻 Dead 衝死。咁我哋就介紹翻優勝嘅牌組介紹啦。咁我哋就會係沿用呢一個東京第一次預選大會嘅優勝啦。咁其實日本人嘅構築咧就會大同小異嘅，其實佢哋都會比較中意落1蚊嘅場地啦，同埋仲有呢個2蚊嘅宙斯，佢哋會比較偏向中意穩定性，因為可以用場地嚟去累牌，同埋會比較中意用宙斯做一個後期嘅2蚊斬殺。咁其實我都會覺得日本人嘅構築係比較相當完善，佢哋嘅穩定性都會係比較着重嘅，我覺得都值得參考。嚟到 Tier B 嘅第一副啦，我哋就會俾呢個藍青字嘅。咁佢個頭嘅特點咧就係你海軍效果跌幾多就可以抽幾多，咁幫助累牌嘅，咁令到牌組嘅結構上面咧可以有更多無盾值嘅卡片啦。咁嚟咗講副 Dead 啦，咁其實咧我哋就會有個重點嘅，就有個戰國 seed 卡，咁佢嘅效果咧就係首先跌一 hand 啦，咁5上2張海軍嘅，咁佢又翻個頭可以再抽1，咁實質上咧其實佢係賺1張手牌嘅，同埋累咗1張當下冇用嘅卡啦。咁除非你係炒 seed 卡啦，唔係嘅話其實會好賺嘅。咁會令到副嘢更加之容易執齊你需要嘅卡啦，個靈活性會更加高嘅。咁中盤咧就會有鑽石啦，同埋6蚊青字可以做減壓啦。咁中後段咧就會有埋爺爺同埋赤犬去做賺手牌嘅。咁尾盤咧就會有埋個布林洗啦。咁你台面會有一堆6、7千、8千嘅怪，咁我去做多個推進嘅。咁打爛對面嘅台啦，同埋直接取得勝利嘅。咁防守方面咧會有埋1蚊 defend 啦、雞腳嘅。咁所以話係相當之全面嘅牌組嚟嘅。但係面對住紫色嘅加速啦，可能會相當之乏力嘅，因為佢前段真係冇咩可以做到。再加上佢嘅關鍵單卡咧係冇得解台嘅，當對手滾起雪球咧，咁佢就會變得相當之劣勢嘅，咁所以我就會排翻去 Tier B 嘅位置。咁再嚟咧就係我哋嘅優勝 list 啦，我哋就採用咗呢個天龍杯 3 on 3嘅優勝。咁其實佢嘅構築咧就都係一如既往，都係有翻我上述嘅卡啦，咁打滿4張寶林做一個斬殺嘅。咁唯一特別嘅卡可以話就係佢有個老豆啊，咁啊彈翻個5蚊嘅，咁啊補強翻7蚊位置。咁整體上都係比較完善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用青雞去出戰嘅，可以不妨去參考翻呢個 list 嘅。好，咁我哋就而家介紹翻路奇呢副卡組啦。佢就係其實係 OP11 後期先開始崛起嘅 leader 嚟嘅。因為其實之前8蚊摩利亞食咗 ban 表之後咧，令路奇其實消失咗一段時間。到後尾先人開始發現，其實路奇冇咗摩利亞，其實係更強咗啊！佢炸怪能力其實比之前更加勁，所以多咗好多人用。但係講到咁勁，其實點解到咗 OP12 我哋反而會排佢喺 Tier B 咧？其實正係因為 OP12 其實出咗綠索龍，而且環境入邊其實本身就唔係話好好打男子路飛。講翻其實點解會劣綠索龍啦？因為其實而家路奇嘅打法主要會係前期鋪減費嘅怪啦，然之後中後期就可以靠7蚊jet， 然之後去做一個炸怪嘅動作，然之後可能10蚊先至會係做翻呢個清雞，然之後再炸怪。咁但係其實綠索龍正可以喺中期還你嘅怪，然之後即係還你嘅減費件啊，然之後再打完你嘅減費件再去打頭。而且路奇其實非常依賴 blocker 去保命，但係其實如果綠索龍嘅話，當你 block 完之後，佢嘅 leader 係可以再打你嘅頭嘅。而且綠索龍係仲有3蚊嘅我是最強嘅 event 可以再打多次個頭。所以其實對綠索龍嚟講其實係比較劣勢嘅。咁講翻路奇嘅優點啦，佢有強大嘅解怪能力，去到後期仲可以有矮人公主可以做一個無限回收嘅 blocker combo。講翻缺點，其實因為而家少咗摩利亞，佢而家冇咗解場，同時可以賺資源。依家解場其實令到資源會係比較短缺嘅，起手都會係比較唔穩定啦。依家因為普遍嘅構築都會係唔再以 CP 為做你個主要嘅系統，所有卡其實都要係手抽，所以係有機會造成呢個手牌嘅事故。咁我哋而家就介紹翻路奇嘅推薦 deck list 啦。咁因為路奇嘅卡組都同上個版本都大同小異嘅，咁我哋就會介紹翻 OP11 大賽3v3 嘅優勝牌組啦。
咁我覺得呢副牌組最特別嘅地方就會係佢攞咗4蚊嘅阿姆薩洛姆，咁佢就會針對翻藍子路飛3蚊位拍出嘅索隆十郎，咁我哋就可以4蚊位做到一個配合呢打效果嘅減費，就可以容易解決到呢個3蚊嘅索隆十郎。咁另外仲有因為冰河入食咗 band 表啦，佢就落咗一個2蚊鐘嚟去強化佢減費嘅能力。咁我覺得呢副牌組其實佢都有相當自己嘅個人特色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參考下呢一副優勝牌組。好，咁啊，再嚟咧就係一個 Tier B 嘅女神啦。咁啊，佢嘅特點咧就係佢有個頭咧會有一個跟性嘅效果嘅。咁本身構築上邊咧就有大量嘅回血同埋渣怪，咁所以對於速攻 deck 嚟講咧，可以話係十分之有優勢嘅。咁我哋咧講一講副 deck 嘅構築啦。咁佢前邊咧就主要係 set blocker 同埋渣怪嘅，咁令到對手咧就唔夠路數，唔可以打到自己做零血。咁中後段咧對手開始多路數嘅話咧，就自己用大機回血，例如卡爾啊、大和、艾斯、雷神呢啲向後拉，咁啊最後用複數嘅大機去壓制對手，取得勝利嘅。咁如果到危險嘅血線咧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搏到血區嘅觸發，令到自己安全度過呢個回合。面對速攻嘅話咧，其實都會好有優勢，因為當我投一血嘅時候咧，其實係要3拳先死嘅。但佢個頭咧係可以累一張手牌啦，同埋佢通常會有2個血區嘅觸發係可以觸發到嘅，所以實質上咧就會嚟得更加之遙遠啊！但佢打紫色嘅加速 deck 咧就會相對劣勢啦，因為對手會快速拍大機，令自己防守唔住，咁所以我咧就會排翻個 Tier B 嘅位置嘅。再嚟到建議構築，咁其實建議構築咧咁都係冇得講啊，因為都好自由。咁好似張圖咁，咁其實危路咧咁都係只看運氣零技術嘅，咁所以其實你點砌都係一樣。咁咧就重點係咩？就係拖雙敗。如果你唔想俾人拖雙敗拉低細分咧，你就唯有放人走。呢個就係玩危路嘅必勝之處，就係你只要唔要面，咁人哋咧就一定會放人噶啦。咁呢個就係危路嘅建議構築啦，咁啊分享翻俾大家嘅。好，咁我哋而家就介紹翻黃綠羅呢副牌組啦。副 deck 最優秀嘅地方咧，就在於佢可以有效地做到資源回收，同時可以做到多面嘅展開，做到場面嘅壓制力。咁喺 OP12嘅環境都會有少少嘅補強，佢就會多咗5蚊嘅 Secret 玻璃，可以透過 leader 嘅技能 boom 出嚟，從而賺取手牌，同埋多咗呢個1蚊嘅鬼女 Sika， 因為羅本身係斬屬性，所以可以完美地配合。仲有一個1蚊嘅 event 亡者器都可以考慮入呢副卡做，因為黃綠羅有強大嘅展開能力，同埋而家有1蚊 event 亡者器嘅收頭手段，面對藍子路都會有一定嘅優勢。咁講翻黃綠羅嘅優點啦，佢有強大嘅展開能力，資源回收、多斯卡同埋可以回收再用，令到副 deck 嘅再現性大大提升。咁佢嘅缺點就係面對炸怪嘅卡組就會非常之吃力，呢打嘅技能需要由血嗰度 boom 出嚟，會令到血線唔健康。咁我哋而家就介紹翻優勝嘅牌組啦。呢副優勝嘅牌組就會係由我哋香港店賽嘅優勝科士先生嗰度參考翻嚟嘅。咁我哋都會留意到佢係攞咗OP12嘅新卡，1蚊嘅鬼女斯卡啦，仲有1蚊嘅 event 王者器，同埋呢個5蚊嘅斯葵玻璃。咁都會係令到呢副牌組有大大嘅提升，即係佢會有收頭手段，就會係利用呢個王者器扭環 blocker 或者可能扭環佢嘅東，令到佢哋嘅防守能力大大減弱。咁我都覺得呢副牌組係非常之值得參考嘅。OK， 終於嚟到最後一副啦，咁就係黑胡子。咁佢嘅特點咧就係可以封鎖對手嘅登場效果，干擾對手嘅 game plan 嘅。咁因為係開心見誠講卡牌遊戲嘅頻道，所以點樣都要講一講嘅。我哋首先嚟講一講副 deck 先啦。咁有12個 C 卡，咁如果有賭嘅話咧，就可以每個 turn 做嘅。咁所以都係非常之容易齊到自己想要嘅卡啦。但其實你係要知道自己究竟係需要啲乜嘢嘅，而去交手牌去做盾啦，或者用嚟做賭嘅 cost 去抌嘅。因為你一旦抌錯咧，你就要用更加多嘅資源去揾，咁就好浪費呢個揾資源嘅機會。再加上佢頭嘅效果係需要跌手牌嘅，所以其實玩好黑胡子嘅第一步咧，就係首先你要知道邊一張卡可以跌，邊一張卡唔可以跌。咁喺現環境咧，我可以話係黑胡子嘅悲步，因為本身面對住速攻咧，其實佢已經係冇任何還手之力噶啦。咁佢仲有多副雷利添，再加上綠索隆嘅頭技完全克制咗黑胡子呢副單靠 blocker 做防守嘅呢一點，基本上除咗 Betty 之外咧，其他隊都係好劣嘅。再加上有埋綠色嘅1蚊 event， 如果中咗嘅話，基本上可以話係崩盤，所以我會排喺 Tier B 嘅最尾。我哋再嚟咧就有個優勝 list 嘅參考啦。咁呢個係一個天龍杯 OP12 初陣戰嘅優勝 list 啦，可以話係。咁其實都好簡單，同 OP11同埋之前環境其實都相若嘅，就係有解放啦，有拉布咁樣，普通嘅構築咁樣都可以俾大家參考翻嘅。好，咁再嚟咧就係一個 OP12 嘅日本環境啦。咁其實 OP12 咧，日本咧就已經有一個地區咧就已經係打咗大賽噶啦，係北海道。咁可以睇翻啦，咁啊左邊咧就係北海道嘅使用分佈，
咁男子路飛咧同埋陸索龍咧，其實夾埋都佔40%噶啦。咁而右上角咧就係個上位分佈。咁8個人裏邊咧，其實有7個人咧都係用緊男子路飛同埋陸索龍嘅，可以話個佔嘅比例十分之高啦。咁啊，再嚟咧就係右下角咧就係我哋嘅淘汰賽嘅對陣表。咁啊，雖然咧男子路飛同埋陸索龍咧嘅佔嘅比例咧基本上都係高達80%，但不過咧到咗最後竟然係紅索龍一馬當先就贏咗呢一場 OP12 嘅大賽嘅。咁可以話係咧 OP12 紅索龍都會有一戰之力同埋有翻個潛力喺度嘅。咁啊，再嚟咧就係 OP12 環境截至6月8號嘅日本上位啦。咁有16個男子路飛優勝，7個紅女仔優勝，同埋5個陸索龍優勝嘅。咁其他其實都好零零碎碎啦，一兩場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版本嘅答案大概都會係男子路飛啦。OK， 咁啊再嚟咧就係香港環境啦。咁啊小弟咧嘅 page 咧其實成日都會做一個賽景圖嘅。咁我哋 OP12 環境咧，我哋就做咗2場旗艦嘅。咁2場旗艦其實 PC 同埋 One Chance 咧，其實都係男子路飛作為一個優勝嘅。咁再嚟咧就係同樣 OP12 嘅店賽啦。咁有4場裏邊咧有3場其實都係男子路飛係優勝嘅。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版本嘅版本答案其實都係好接近嘅，都係男子路飛。咁嚟到最後一 part 啦，咁我咧就係會我同 Lulu 啦2個人會為香港大會嘅環境作出一個最後嘅預測。究竟邊3個頭係啲人會最多人揸嘅咧？咁首先由我講起先啦。咁我覺得男子路飛同埋陸索龍就一定冇得走得甩嘅啦。咁第3副咧我就會揀南青字嘅。咁咧，如果大家對於南青字可能想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咁不妨咧就可以去到 UpDraw HK 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咧就已經撰寫咗一篇文章，咁就出咗喺嗰邊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就可以 click 翻入去睇。咁唔知 Lulu 你覺得咧？男子路飛同陸索龍咧就冇得鬥氣啦，係一定會有噶啦，一定會係佔最高嗰2位啦。但係我私心覺得咧，第3副多人用嘅牌組咧，應該就會係紅雷利。咁紅雷利咧就因為我呢排打店賽咧，就都會比較越嚟越多人使用啦。佢係一副快攻嘅牌組，都會比較多人容易上手啊。咁所以其實應該會喺香港大會嚟講咧，應該會係佔頭3多人使用嘅牌組。再一次多謝翻 Lulu 上嚟同我一齊討論翻呢個 OP12 嘅環境以及預測。條片嚟到呢度咧就完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不妨 CLS 我哋 like 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